无风的时阵，你写一张被，甲心内的话讲出，予我知。内面有你的笑容，有你的目屎，也有你纯情的爱。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大家好，我阿德。嗨，大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真久无听到小龙的声对无？我来咯，我转来咯。恁无甲我拍拍啊？我才甲你加一个音效入去，我甲你加一个拍拍的音效入去。哎呀，因为咱嘛歇困一段时间，我出国深造，深造去倒？无啦，伫厝的深造。因为都后拄好中嘛，有真侪即个一个专访啦，所以咱都互你歇困一阵嘛。OK 的，互你保养一下你的牙喉，所以今晚一开场就先用你的歌声来甲大家讲啊，你即个回归啊，正式回归啊，真骨力啦，真骨力唱歌，帮外帮爱。无录音的时间嘛是拢伫唱歌嘛，其实嘛还伫唱歌。兴趣啦。兴趣，唱欢喜，唱运动脑会较有肉呢，较有肌肉呢，较有筋肉。定唱歌吼，会受较长呢。我是毋知有即款讲法啦，但是可能心情较好有差啦。较会袂记你其他的事故啦。系啦，所以就继续咱转来录音安尼。那因为过一段时间无个，一般都是甲你录音的时候，咱才会讲一寡，比如讲即个。开讲啦，或者是咱的一寡听友的，互咱的反应啊，老话咱可能甲念出来啦，吼赞助啦啥。但是因为最近拢是以即个专访为主吼，所以都较无时间啦，较无机会，因为一路拢录足久的，我透过开讲，我来找即个来宾来开讲。你看，甲因一讲，有当时一点钟外，点半钟起跳，2点钟的嘛有，超过2点钟。系啊，所以。都较无法度讲一寡咱日常生活的罔开讲的部分吼，所以都趁这机会，总算有机会开讲啊。但后壁嘛还有一寡专访啦，吼，但是就是参难伫放啦，吼，大家感受无共款的咱节目的内容，当然拢甲台语有关系，还是甲咱在地有关系，但是总是有一寡无共款的形式，是，所以就是互大家感受一下安尼啦，吼，所以。总算转来啊，对无？这段时间歇困，这段时间有啥物款的感受无？不理用啦，不理用，不理用，无啦用的时间嘛是爱去找你其他的头路啊，像即马选举要到啊，阮一寡爸母的同学，人的候选人吼，爱闹热。爱来请阮遮的爸母的人去表演所以呢，你着爱练习吧，爱多加练习，莫讲一个跳举正手，一个举倒手，无整齐吼，真闹困。甲即个政治无写民主就歹势啊！莫讲写民主是写家己的民主。即团出去表演甲即样，安尼也好意思，对无？老师的民主要摕对就好。嘿啦，咱录音的时阵拄好是前一工，咱已经抽即个号码嘛。候选人抽号码，候选人全部拢去抽号码啊！所以为昨昏开始都就老热。即个选举车嘛，政治人物就开始，候选人就徛伫个车顶吼，甲逐个伫会手啦吼，沿路伫扫街嘛，咧放送个就大声。是哦，我昨昏就要去罗东，奇怪，我其实是毋知，转来了，甲阮屋里送在咧讲，甲阮话讲，迄什么人安尼吼，车队哇
偌长你知影无？往罗东方向去可能吼，伊属于咱遮东山的啊，号码调好啊，就安尼一路向北嘿，对，足长的哦，真热热。伊咧可能就是比讲像即个时阵较有迄个气势，车队逐个支持遮济，愿意甲你做伙啊，用甲老长安尼一个气势的感觉啦。爱啦。但是实在是足妨害交通，足差的。然后刚才时间是无介长啦，因为你看，大理选举无偌久咧。个偌月呢？11月26，11月26选嘛，对无？即马今日22啊。所以讲，佫一个通，一个月佫几工尔？对，一个月通。真紧啦！讲紧嘛紧啊，而且应该甲当时都袂使有遮个选举行为，我袂记咧，敢若有一个规定。我无啥去甲记啊，敢若前几工着，毋过是安尼啦。即马车队嘛是拢会防限制卖，声的音量啦，有诶音因为有当时若伤过扰民，电脑会造成反效果啦。我想起我较早伫大学时阵吼，伫读册吼，伫外县市读册，有一个候选人，咱就莫讲是倒一位啦，但毋知抑佫在任无，可能有吼，但是伊诶迄个放送车吼，伫路诶伫走啊。头一直踅来踅去，你定定会听到。头一遍经过时讲，啥物伊做立委期间争取着偌济钱诶预算吼，做一个交流道啦，方便逐个会使行高速公路落来，就甲咱遮安尼。咁我第二遍经过时，迄个介绍就起啊，你知影？佮第三遍介绍佮起一遍，哦，照你安尼起落去，可能佮加洗几遍，规个国家预算拢用伫遮。所以即个有当嘛足趣味诶，表示讲伊即个放送可能是人讲一清新安尼念诶，有人伫内底车底念诶，都毋是干那放，毋是迄个放大迄款诶。有诶会放大，有诶就本人。有诶是实是有人真正伫车顶伫放送即个物件，请人。凡是比如讲伊经过无共所在，可能就讲无共话安尼。当然有一寡基本诶遐事会用啦，但是即个经费会使一直改，走一抓就改一改嘛是无干，一直起安尼吼，比即个物价起了佫较紧。我迄时听想夭寿啊，这是安尼。伊这医生安尼起诶吼，这立委安尼咁好。伊要表示讲伊真有能力啦。是一个真有名诶政治人物啦，地方诶首长安尼吼，伫外县市诶时阵。真趣味啦！咱今日因为隔一段时间无甲你录音嘛，所以当有讲，所以真侪物件，咱所讲嘛，无法度，较无即个机会讲。主要是有一寡即个家父，真侪来贴油香诶朋友，甲你感恩一下啦，咱诶天兵天将所以真热心嘛，对咱真支持，所以有甲咱多谢即个人诶支持。真有当时咱定伫讲，当然有钱咱足欢喜啦，但是。上主要是迄个鼓励的感觉，讲有人愿意为着你，出这个钱去表示讲伊真正介意你的节目。我讲迄个行动对咱来讲是足使人感动的，足甘心的。嘿嘛，莫感觉讲无往采安尼。定时间已经平常时工课嘛爱做，可能家己有正一个工课吼，佮有爱录音、爱写稿，定，比如讲我若转访佮走台北，爱做代志其实足济，家己佮爱硬去，为着家己可能真有热情，还是讲希望做一寡物件出来，所以就一直去拍拼即个物件，拍拼去做。对，当然有人看会着，有人介意你的物件，其实是一个足欢喜的，真大动力啦。对，真大的鼓励啦。所以咱嘛，甲即个有老的吼，甲大家提醒一下吼，你若有寄付的朋友，你像伫 First Story 啦吼，然后主要目前老的即个咱寄付的管道啦，其实真侪款，但是我都无用较济啦，嫌麻烦，所以目前主要就是伫 First Story 顶管。First Story 就是咱目前使用的即个平台。First Story，目记你安尼讲拢会使，你讲准算。就是因为伊有一个会使留话寄付的东西，会使留话功能，然后当然你希望讲大家你若要寄付吼，顺续留一个话，那我会使伫节目内底甲你读出来。当然当时我都读，但无一定啦，但可能拄好隔工我要录音，我拄好看到。那嘛有可能已经过一阵因为我拄好拢伫专访，无法度念，我可能过一阵才念。啦，后时间阮会找机会找时间。对，你著逐集拢甲听到对，你总是会听到。这上重要。欢迎大家，你
若是有寄付的人，就是尽量留一个话吼，我也是替你读出来安尼。有时阵的时阵，时间较无拄好吼，会留较后壁。是，等候时间，安尼啦。对，吼，这点就先甲大家讲一下。所以我今日就爱甲几篇即个大家老话吼，有寄付的即个老话吼，甲大家爱甲念出来吼，嘛真心感谢嘛，互你来甲回应一下安尼。好，咱先来讲头一个吼，即个是叫做阿莹。阿莹做兵拢袂听哦。我希望你是，因为莹这字吼，伊是写即个拼音吼，拢是英语字，所以罗马字啦吼，所以其实咱毋知伊本地到底是用什么字，汉字是什么。但是咱若听人讲阿莹，就是头一个想到是做兵迄个啦吼，但是嘛有可能查某囡仔嘛有莹这个字啊吼，所以毋知影啦吼，伊讲。伊是讲，我感觉你讲的故事真在地，毋过嘛改编甲趣味，毋过有当时开讲起来嘛，心色，讲话拢会倒过都两字读做伙安尼吼，趣味，心色安尼吼，分帖故事也是俗语的由来嘛，真顶真，除了足古早，一定爱用功的一定爱认真啊吼，除了足古早的故事，有几个单元吼，伫咧紹介台灣都市传说，亲像幽靈船啊，甲高雄新明附身事件，互我印象真深。原來我細漢到大看過，毋過袂記哩的新聞，是迄當時咱台灣人集體的心理反應。迄當時我嘛是佇內底，吼，就是伊經歷過即個時間的意思啦。只不過時間久煞袂記哩啊。當然咱物件久都會袂記哩，頭腦吼，像電腦愛更新。一個過去台灣正對大家來講是大家攏知影，即個物件經過時間慢慢經過久，咱嘛無可能一直去想即個代志。會淡掉啦。安尼甲重新提出來留一下，吼，甲調整一下，用較打現代的講法，然後大家去理解安尼，去解釋一下物件。對，伊講我嘛真介意講即個宜蘭美食的部分啦，特別是解剖我對即個西螺肉由來。你有留喙暖無啦？歡迎大家來宜蘭食即個西螺肉。西螺肉無叫你甲講過。我頂解早起西螺肉是一個料理爾，我無講哪一間啊。我頂解早去公司的時陣吼，因我感覺要離開之前聽到工作人員在開講，這真好食，真正好食，大家在食，真的啦，大家在食個足歡喜的，主持人較無用食嘛，因食個真歡喜安尼，真趣味。這是頭一篇阿瑩的老話，我來感謝阿瑩。阿瑩多謝你哦。希望你做編緊的結束。太好笑啊！這個阿瑩吼。來，過來第二位吼，老話較底叫做 Ari Huang 吼，伊是用這個英語吼，伊講感謝阿德甲說紅子繼續製作這樣好聽的節目，多謝你的學樂哦。感謝你的學樂。你話若有想要講較長，還是希望我有啥物話甲你讀出來嘛可以。還是你有啥物老話，互你的朋友有佇聽，咱節目啊，甚至是老爸老母的有佇聽，想要老話互伊嘛會使吼，真會使考慮看你要講啥。過來有第三篇是較新的，因為我昨昏才看到，昨日袂記啊，昨日來看，昨日才看到的，昨日就是前天啦，昨日才看到的一個本身嘛佇做 podcast 的朋友吼，本來是無熟悉啦，但是伊有甲我講伊有贊助吼，有老話安尼，所以我來甲念出來吼，這篇上新，你拄好時機拄好啦，攏免等，免一等個外月兩個月安尼吼，你時機拄好安尼，拄好要錄音嘛，下著時機拄合拄好安尼，伊講即個叫做 Andy，Andy，伊講阿德你好，我叫 Andy，我嘛是有咧創作 podcast， 伊本身嘛咧做 podcast 吼，毋過是互外國人學華語嘅。安尼你可較無簡單哦。就是教外國人講華語，講台灣嘅華語啦。因為每一個所在講華語嘛無啥共款。伊只講國語啊。因為就算是講，毋管你講華語國語吼，其實每一個國家嘅咱講華人啊，華人你講嘛無啥共款吼，所以主要是用台灣嘅方式來教來講安尼。我將來即個我用宜蘭腔來念嘛，所以應該毋是宜蘭人，我毋知是毋是宜蘭人。我講將來你想要教因台語甲台灣別項嘅語言，就是除了教即個華語以外，台灣即個無共款嘅語言，希望互外國人其實即幾陣仔你開始會使看到真濟即個外國人佇台灣嘅外國人會曉講台語，甚至還佫會曉講客語嘅。
比咱佫较厉害。好厉害，足厉害。我是讲我要去学，迄个搭袂超出时间，你看够可怜。我逐日讲，我顶边看迄个无嘛是有智慧迄个啊，迄个美秀甲阿雄主持的。有些拢会叫迄个外国人，阿多啊，拢讲阿多，毋知到底伊倒位，我统称就对啦。你讲倒一位？一粒米？我袂记你个名咧，嘿，面长长啊，缘投，嘛拢去出外景嘛，就会问内底遮个人员吼，无去参加遐个人。这台语要哪讲诶？这个阿斗啊，足够讲诶哦，有够厉害呀！听着嘛足趣味诶。伊讲你诶 podcast 是你诶 podcast 是我即马上爱听诶台语 podcast。真多谢啊！毋过我每一工拢有听你诶。啥遮写毋过我都毋知影吼。每一工拢有听你诶 podcast， 学一寡我毋捌会晓讲诶新词。你诶内容足有帮助诶，多谢。你说落来，若是有要出版你诶创作，我一定嘛会甲你支持诶。我毋知要出版是啥物，目前是毋知影啦。袂惊甲迄个通站嘛真歹讲。确定袂出版诶，应该是写真集啦，无即个物件。我啦，其他诶物件，凡说有机会，毋知影。这目前是无即个计划。这真歹讲吼。所以嘛，伫遮感谢 Andy。多谢 Andy。所以都。因为其实伊有发伫伊诶即个限时动态 ，IG 诶限时动态顶管，伊有用英语写，就是甲即个因为伊诶即个内容主要是对外国人诶嘛，学华语诶外国人，所以用英语介绍。所以英语嘛足好诶，就一定是爱教，一定是有够好诶程度嘛。你有法度听英语，再有法度来教咱诶华语。所以伊就用英语写介绍一下咱诶频道，互外国人讲。伊但趣味是，我有看伊顶下就是意思讲。这是比如会使练习台语听台语的 podcast， 但是另外有引号起来讲，这是中高级的，就是你若是一般基础的可能无法度听，因为咱就是一直讲落嘛，所以毋是讲这个字安那念来对我念一解，咱毋是用这个方式去讲台语这个物件，毋是单纯的教学啦。对。所以但是伊就讲，就算你听无，你嘛会使去听看卖即个语感台语的语感声调，咱发音的方式、家己的方式，可能甲无共款的语言特性无共款，嘛会使去体会看卖安尼所以伊另外佫写一个即个物件。伊安尼讲，我会当理解啦。为什么呢？因为讲做咱今日你用讲的咱纯然是拢以台语来伫对话嘛。伫讲话啦，你毋是教学，你若讲教学来讲，就单字简单所以讲为什么讲我理解即个部分，就是像我去学客语共款。你若教伊迄啲教来讲，敢若像幼稚园，甲你摕一个卡片，叫做气泡的丢出来的球啦啥安尼讲单字。你若一直讲，伊拢讲因的客话来讲，就是会听无。气泡的这个气泡它因的草莓，伊嘛做气泡。气泡，它有一点点，有几个音类似。气泡它应该是台语内底，我想应该小可有接触的人拢加减，已经知影啦因为较早拢草莓，前几档电视新闻上爱摕这来讲嘛，讲你知影草莓台语要安怎讲无考倒一大堆人安尼大应该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即满像我去学的是，伊就是你有摕这个单出来敢若教小朋友。一个卡片安尼。所以讲伊就讲安尼，因嘛有共款像咱咧讲的时翻译出来，有诶讲这个有诶就讲气泡，但是因佫有一部分人毋讲。草莓，他们会这样，对，就讲只要你听就 OK 啦。这两个讲法拢对，像甲咱台语嘛共款。你来一直讲过，拄则你讲这个 Andy 讲法，确实讲啦。咱这毋是伫教学，咱是伫开讲的。开讲你若捌接触的人会听无？爱慢慢听，可爱有甲迄个。接讲的时才有法度啦。其实我相信伫学过外语的朋友嘛，加减咱会知影讲，譬如讲咱电台讲，毋管你要学日语，你要学英语，咱伫听这个语言，有当时就算是你听无，咱就讲你新闻一直甲放咧，一直习惯听这个腔口，这个讲话方式，家己的方式，你拄开始就算听无，你会发现你慢慢有一寡物件。重要的事，你开始听有，你会使开始理解。就算你无法度完全讲出来，你嘛大概会使理解伊伫讲啥。但是啦，
看电视有字幕出来，你就拢知影啦。就袂使看字幕，用听的。像我家己，像我家己若是伫听日语的时候，我就是会像 NHK， 就是即个因为每一点钟拢有新闻的，放伫 podcast 内底，我就是会去听。伊就无字嘛，你嘛无字通看。因为你有甲你看诊，所以你可以啊。但是你会发现讲。接听是最重要的，比如讲我若有一段时间较无用，无去听，我后壁佫听的时候就开始，是伫讲啥啦？啊，若较接听迄段时间就，较有法度理解伊伫讲啥。当然，这嘛包含你对一寡关键字词的理解，比如讲有一寡事是最近才发生的，比如前一阵仔因的即个前首相安倍晋三咯，安倍晋三吼，伊过身的这消息是咪一直讲，所以一寡内底关键的词，你就定定会听到，你自然就知影讲伊大概是讲什么范围、什么内容。若是一个完全无听过，或者是你真正足久无听，你真正会真侪关键词，你无可能去学着这物件嘛，过去无可能学着，嘿。基本的事你学着，但是像新闻内底有真侪现代打灯出现的物件，你会毋知影。台语嘛是共款的，定讲有的老岁人讲电视顶的这是台语新闻看无，当然咱暂且莫讲这人的主播，每一个主播的台语的腔口啥款，其实有一部分是伊若要甲真侪现代最重要的物件，要甲你讲迄关键字词，过去台语无的，你过去的生活无的物件，要用台语甲你讲说，你根本就无即个物件的观念，就算你会晓华语甲你讲华语。你嘛无一定了解，因为你无接受的这物件的概念，新的物件无去甲伊读记着哦，你都毋知啦。是，所以有当时老岁仔人讲，因为我嘛想要考虑讲，咱若有少年人，恁有厝内有时大老岁仔人想听台语新闻，但是开始你看朋友讲，台语的新闻毋知讲啥，无要紧，你要讲你先耐心听，你当作听有人伫甲你讲话。你听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你都拢听有啊，因为真侪物件是来自词的问题，这新词你毋知影，但新词你听几遍啦，你都会知影。你开始就讲我知你讲啥，而且你会发现讲原来时代人嘛是有法度理解国际情势，国际局势之间，什么国家甲什么国家之间的问题。我来讲，乌克兰或者是乌克兰呐，无共款的翻译啦，加即个罗西亚就是俄罗斯吼，拢有无共款翻译之间的问题。你一直去啊，高铁飞机。我甲来宾传统的时阵，总是会尽量甲速度放较慢一点，所以我等一下我就开始，我就开始无伫尊重这个问题啊，无伫站在无站啊。安尼吼，后壁人毋知你知你伫讲什么东西。来放较慢一点，所以主要就是希望大家知影讲，老岁人你若希望伊的规个对世界观念佫较好，佫较理解。第一单其实目前是有台语新闻的，第二拄开始一定会 complain 啦，讲是你讲啥，你讲听拢无，其实真侪问题，毋是讲这主播台语好无好的问题，加听几届，是因为真侪现代物件伫你伊的语库内底，伊语库内底本来就无，伊的头脑内底无这物件，你就爱慢慢去接受，接受久你就有啊。所以这个物件是知识的建立，毋是台语也是什么语言的问题。爱时间，总讲就是爱时间，所以爱互伊有耐心，你甲考虑讲，你加听几遍啦，你后壁你就知，而且你会使了解国际局势。台语的新闻绝对毋是敢若像之前我伫访问即个小顺主播，我今年去做即个国庆的主持人，国庆晚会主持人，然后真恭喜安尼。伊其实伊知影，我甲讲出来应该无要紧啦。伊接到即个任务了，伊有私底下先偷偷甲我讲，无正式公开时，就因为足欢喜啊，伊嘛是宜兰人嘛，还讲我甲你讲，我要分享啦，伊讲我甲你讲，我要伫即个台顶到时，我会伫台顶甲大家讲，我是黄小顺，黄是宜兰腔，证明讲我是甲大家讲我是宜兰人，我足骄傲，迄落讲替伊足欢喜的安尼所以私底下先甲我讲真替伊欢喜。当然，虽然讲敢若我印象中是伊无讲有法度伫台顶全部用台语讲啦，因为因的分配啦啥每一人讲的语言无共款，但是会使开头用讲出这个物件，我嘛是讲即替欢喜的，真好啦，是所以这个部分嘛，甲多趁这个机会啦 ，Andy 讲的这个物件，我想到就讲这个新词的问题啦啥，甲大家分享一下，这嘛是咱做这个节目定定，虽然我用。真侪过去的故事、在地文化、在地历史去包装，但是嘛，定定伫内底甲大家讨论有一寡物件事要哪讲，或者是较现代概念、较现代想法，互大家理解一下安尼。最近这部分咱先甲这个老话拢讲了最近因为拢伫做访问啦，想讲
嘛特别想要感谢一下录播客吼，就是咱这个空间啊，借我使用空间真正是。你看我安尼一个月，我每一个录音拢借因的空间，真感谢，个真一个，嘛拢是一款赞助，一款支持，有遮大的这个，非常的感恩哦，遮大的这个热情啊，搞斗相共，互我有一个好真好的环境，每一个来宾来讲，哦，你环境真好，迄个少年囡仔敢毋是，嘛真少年哦，头家啦，头家嘛真少年，那真感谢伊，我这点嘛是特别感谢一下。好啦，咱头前开讲嘛，开讲要半点钟啊。讲伤济咯。因为我即届有就想讲，咱真久无时间好好开讲，所以我专工甲故事准备较短一撮。头前就希望讲一寡包含着咱讲回应，咱家父添有因为这善书大德，这朋友天兵天将这朋友的老话啦，或者是最近拄到的代志啦，想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嘛，真久无大家听，就是单纯真正开讲的感觉。真久无听到阮的开讲哦。嘛有真侪朋友讲啊，雪红当时要转来，我说会啦，伊当伫即个调养伊的即个脑变甲更较厉害安尼，所以就互大家理解一下安尼。闭关啊，对，咱即届拄仔讲到即个都市传说吼，咱即届嘛要讲一个甲都市传说有关系的代志。吼，即集讲的就是即个大家应该拢真熟悉的都市传说。伫咧台湾算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吼，就说红衫查某鬼啊。听得出来无？听不出来哈，因为一般咱用华语来讲这个词，叫做红衣小女孩。红衫查某鬼。因为安尼讲嘛，我听红衫查某鬼呐。查某鬼啊，因为我想来讲，就是因为第一红衣小女孩，咱大概知伊的即个形象，就是讲山内吼穿规身躯穿红色的，敢若查某囡仔的感觉，敢若这个国小迄个大迄个身形，国小。国校啊，即个新型的大细吼，我想讲，定即个囡仔吼，即个时阵细汉，大家拢讲，这死查某鬼啊，较早老岁人，死查某鬼啊。我想，因为一直想讲，红衣小女孩要安怎用台语来甲讲伊即个名，会较有迄个感觉。我若叫唤，我讲怪，无遐水。我伫想，就想讲，较早有看电视剧，好啦，讲这查某囡仔囝，查某囡仔迄，就差不多国小迄个年纪的时阵，死查某鬼啊。我想说，即个词袂歹，用你。咱这都毋是你骂人啊，真正是讲鬼吼，过去是骂查某囡仔吼，讲伊这死查某鬼啊，但真正是查某鬼啊。迄个就是敢若半生骂啦，嘛毋是正经真是要骂。一个开头的安尼念一个安尼。正，刚才像咱有些讲你毋正经安尼，咧曲啊安尼迄种。是。顺连是。你这高音啊，这种小可呢，所以死查鬼啊，你讲拢无咧甲听。所以我想讲，咱拿这个红衣小女孩哦，因为是红衫嘛，咱这个红衫查某鬼啊，敢若袂歹算，所以我暂时因为无一个定名嘛，我家己咧讲，我就重新来甲翻译，所以以后譬如讲，你若要甲你的出来时段，或者是用台语介绍这个红衣小女孩，你都有一个说参考的，红衫的查某鬼啊，你都要加一个 A 嘛，会使啦，红衫的查某鬼啊嘛会使，穿红衫的查某鬼啊嘛会使。我当然咱固定起来，我直接讲红衫查某鬼啊啦，互大家理解一下呢。这个名捌听过对无？红衣小女孩捌听过，细节无介了解，但是知影对无？捌听捌看，你捌看伊本人哟？本鬼啊！你捌看我讲一条？看册红衣啊！有讲到这个物件有啦，看书啦。来，咱来讲这个故事吼，就是话讲24年前，也就是1998年。我定系讲都市传说，就是离咱较晚嘛，较近期就对啦，袂介久，无介久。对，1998年24年前有一位李先生。是李先生，毋是李先生哦。大家听说李就是即个吕洞宾的吕，双口吕，然后做吕洞宾就吕洞宾。其实两个腔啦，一个叫做念李，一个念吕，拢会使。那因为咱的腔咱讲李啦，吕洞宾嘛，毋是李洞宾吕洞宾，所以是李先生。因为后壁是轻声变李先生，咱用轻声时就是讲这是一个查甫的。那先生其实像一定伫讲，虽然大家买当做查甫使用，其实是
先生是叫老师的意思。一般以早啦。所以这个李先生是一个查甫就对啦。李先生伊的姊夫雄雄破病来过身啊。啊，伊就无偌久，前无偌久吼，李先生甲因的阿姊啦、姊夫啦，啊，还有家族内底一群人做伙去台中大坑，应该是大坑啦。我无特别去查这个家字的方法，因为有的所在念大，有的所在念大啦。对啦。因为宜兰嘛有一个大坑，咱迄个头城的所在，咱有做大坑嘛，我就叫那念。迄个大坑这个所在有一个叫做风洞石的步道，风洞石。风在吹迄个风在吹的那个风，风吹到石头的顶档，叫风洞石，风洞石，风无唔对啊，风洞石的步道，去爬山，去步道爬山就对啊。大家就伫遐算甲真欢喜啊，想袂到一万年啊，人话无去就无去吼。我意思是讲伊就过身了嘛，前几工咱甲做伙去爬山尔，就无偌久就传来讲破病过身的消息啦。我同嘛真毋甘啦，真感慨。人定定就是安尼。雄啊，做无常。嘿啦，无常吼，就是安尼。那李先生雄就去想着讲咱前无偌久吼，甲姊夫因去爬山的时阵吼，有炸即个家庭用的摄影机，较早古早做 V8 嘛，对 V8，后来还有 DV， 较新一种 DV，当然毋免啦，当手机要翕啥拢有，佫较清楚，我要加什么效果，就是拢录影，佫会使美肌，互你即个皮肤，对，油，迄个相翕起来无水，就讲迄支机也无效，当看到相片、看到影片拢无准时，伊支手机那歹，甲人翕甲平歹，安就嫌手机啊，甲你翕甲你本人电都袂使，修成袂使，修成本人是袂使，这手机都无合格啊。无手机不好，但袂使安尼吼。伊当初是着炸即个家庭用的即个摄影机去翕一寡影片吼，做一寡记录安尼。咱甲打转来了，甲打未摕出来放过，放看卖安尼，所以就想讲这个影片我甲转出来，想讲咱看一下吼，到时看一下影片，看一下当时的翕的即个影片，大家看一下安尼。到时嘛使 copy 一份互姊老做纪念。想袂到即个影片一放出来吼，伊所发现一寡奇怪的代志。对画面甲看起来，伊是一个人摕即个摄影机徛伫咧头前，其他的人咧一个一个向伊即边行过来，经过伊的镜头前，大家甲伊拍一招呼。拢安尼啊，咱即摆去游览嘛是安尼，大家徛一个过去安尼，无错吼，所以伊就是安尼，就一个位头前行过，拍一招呼就位行对后壁去嘛。感觉就是讲即个。几乎来到镜头头前了后咧，因为大家拢真热情嘛，拢会做一嘴巴甲开开安尼，足欢喜安尼，甲讲两句话安尼。我几乎来到镜头前的时阵咧，即个画面看起敢若都遐怪怪，奇怪都遐怪怪。这个几乎怪怪，伫画面内底怪怪。对啊。所以李先生就甲即个画面停伫咧，几乎对即个镜头笑即幕，甲停起来。拄好是即个几乎对镜头伫笑迄个感觉。按暂停，所发现讲几乎擘开的这个喙内底，笑甲喙离西安尼嘛，喙擘开安尼，喙内底竟然有发两支獠牙。哎呦喂！这影片内底看起来，李先生惊一跳啊！想讲，唔知影敢会是拄好这个光影闪现的错觉无？伊总是你墙哪底嘛，对，总是一个错觉。暂且咱就先甲这个影片继续放落去，甲看好了，甲讲好啊。反正是这个光影造成的问题就是讲，总是感觉怪怪硬摇安尼。同款人一个位头前行过，都是无啥物问题啦。其他人无这个问题，到上尾咧，伊佫发现一件奇怪的代志啊！什么代志咧？因家己家族出来说，所以每一个人因都拢有熟悉，对我家己家族内底人，我哪可能无熟悉？但是对你大家惊上后尾，迄个身悬看起来差不多小学5-6年啊，身形规身穿红色衫裤的查某囡仔是啥？什么人咧？伊哪会安尼？体型敢若囡仔，面仔煞敢若老人款的。奇怪哦！而且规个面安尼青顺顺，佫看无目睭。高两窟安尼捏落的乌乌安尼，看袂清楚，敢若挂乌目镜。这个李先生看一个毋得惊死，根本就无像正常人。咱家族内底哪有这个人？我都无熟悉。
李先生就决定要把这个影片给家族内底其他的人看一下，看有人熟悉无？无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穿红衫的查某囡仔到底是谁？无人认得出来，但是就对伫后壁呢。伊其实这影片你伫网络顶管还阁看会到哦。所以你就想讲，这群人因为徛这个距离差不多，所以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一定是恁内底的人，大家是做伙行的，毋是迄个路过拄好经过迄款的哦。因为若经过头前有人，咱会离一段路嘛，无伊就是对伫你后壁行。这一看就感觉，那外人来看就是伊是同家族的人，恁这族的人啊。对，但是无人知影是啥。但是伊到尾就是决定讲，因为都无人认得出来嘛，伊就把这个影片寄互当时 GTV 27台的电视节目，咱第4台、真济台嘛，这个节目做神出鬼没。神出鬼没迄人阵拢比有伫做即个比较诡异的，就要讲鬼的节目就对啊。这影片咧一个伫电视台播出了，引起全台湾的轰动。迄时阵电视节目要做即款怪事的节目拢真介意找什么民俗专家啦来讲这就是拄着什么物件，怪力乱神的物件嘛。我无讲一定民俗专家就怪力乱神，但是因会较为即个。另外一方面的角度来看啦，就无讲世界角度来看。另一方面，其实伊嘛会找这个咱讲摄影的专家、摄影专家来去解析。伊就会分析讲这影片或者是这相片是毋是有经过一寡加工啦，有互人动骹手无啦，是有这个无共款的做法，我都造成，是讲这是光影造成的影响你看，你看这个现场这个画面这个所在光安尼照过来，所以安那因在安尼分析，所以造成一个幻象。所以就是拢有两方面的人来讲嘛，两边的讲法当然对这个影片拢是无共款的讲法。当然咯，虽然想法无共款啊，只是讲最后嘛是无定论，一定拢安尼嘛，大概拢是应该是无啥啦，有一边跟另外一边安尼讲，一边安尼讲拢无共款。但是因为这个红衫查某囡仔的代志伤过轰动啊，就大家拢知影，在全台湾拢知影安尼所以愈来愈多人讲，因嘛伫山顶看过。我嘛有拄着安尼，大家就紧日都看电视了，大家就去甲电视台讲啊嘛，写批啦，或者是打电话去甲讲安尼。制作单位就讲，这个真袂歹收视效果真好，收视率，决定要来做第2集，有效果嘛？这边呢，因出外景，因阁想讲这个红衫查某囡仔这个身形，差不多是小学仔的年岁嘛，那因就行去遐附近的国小，小学仔来放这支影片。互这个囡仔看，问遐个囡仔讲，恁有看过这个查某囡仔无？有人拄过无？想袂到咧，真实有一个查甫囡仔讲，我捌看过，伊就讲伊就讲这个毋知影是安怎伊就看到这个，伊捌拄过，就是讲拄到这个穿红衫这查某囡仔，毋知影家己是安怎，伊就一直对这个人行，安尼就行，行到尾行咧伊向煞无去迄个查某囡仔就无去伊本来是对这个查某囡仔行，查某囡仔无去但是就敢若安尼变成讲无其他的线索嘛，无法度甲你讲伊到，佫是囡仔人嘛，所以这个线索就敢若安尼尔，伊嘛无法度佫追查落去当然，这款节目总是爱甲这个结局啦，带向较神秘的方向去，互你感觉讲这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你知道节目一定拢爱安尼，大家才会想要看嘛。昨天节目都讲迄个什么？外星人，因为你若无安尼，比如讲这5岁一场大家知影5岁一场无人要看，一定是往这边这个方向去嘛那伊嘛收集一寡号称啦听讲啦讲捌拄着过的人的讲法，因讲捌拄着过，即人当讲大家敲电话啦、写批讲我捌看过比如讲有人讲伊是捌伫开车的时阵拄过，后来规个运势就非常袂顺。规个路子就对拄着即个无好的代志当然这个物件真歹讲啦，反正就是你人精神无介好嘛，有可能所以无一个通讲，无一个通证明啦，证明讲就是安尼无毋对，确实事实上拢无法度证明到底是有无啦。
对，每一个人拢共款吼，不管你有讲伊看过还是安那拢共款。其实因为当时即个摄影机的自然即个画质吼，伊的画面，甲当时无得比啊，对无吼？过去即个偌济万像素啊，什么高吼，都敢若是无法度比。尤其你行伫即个步道内底是山内嘛吼，所以光影嘛较复杂。光线啦，各方面啦，吼，迄个环境啦，树影啦，气候啦，拢有啊。嘿，翕起来画面内底出现像即个了牙啦，吼，面色青顺顺啦，看无目睭啦，讲实在，这拢无算讲什么好稀罕的代志。啊，咱哪甲想来讲吼，迄个物件就愈看愈像哦。平常面咱家己想象的吼，爱的愈看到，敢若真的咧安尼，就迄种的强迫自己相信。而且你讲过无偌久，讲互人翕到发了解，即个几乎破病过身，讲实在，这嘛有可能是拄好卡合尔嘛。伊本来就破病无讲，就是安那。啊，人破病是定有的代志，真歹讲啦。毋过有一点毋知影要安怎解释，就是讲。迄个查某囡仔到底是想这件代志，是安怎当日去的人，无一个人有注意到伊。第二是安怎无一个人熟悉。啊，你是安怎个迄个色彩这么深？对，佫会遮清楚，真特殊就是安尼。当然有一寡所谓咱讲即个民俗专家来讲啊，这其实就是一款模型啊。模型啊，这个物件大家较熟悉啦，较知影。讲山内拢有模型啊，这个物件，甲你带来带去吼。啊，模型啊，到底是啥物物件？其实这些是我真正想要开讲的物件。除了讲即个红衫查某鬼仔以外，讲到模型啊吼，其实咱一般讲模型啊，等于讲山精鬼怪、山美就是山魅，吼，就是讲因为山内产生的一寡物件安尼吼。一般咱会认为讲较接以即个囡仔的外形来出现吼，而且咧佫是出现伫山内底较济啦，吼，山内较济，所以毋则有人讲啊，即个红衫查某鬼仔咧，就是人讲的即个模型啊。啊，实在是足奇怪咯！拢一直讲模型啊，毋过实际上都无人法度提出实质上的证明。咱后壁会佫讲一个甲模型啊有关系的代志，真趣味。啊，这个模型啊，到底是什么物件？其实佫有分哦，像之前我甲即个轻松电台蒋总经理嘿，阮伫新竹前一阵啊，有做一个算讲是讲座吼，阮伫遐现场等于无录音，所以嘛无法度互大家听。阮就讨论着即个物件，讲模型啊，模型啊，歹势嘿，但是模型啊，但是另外一个物件。甲模型啊小可有关系，佫无完全共款的，因为伊有提出一个讲法，因为厝内有庙，因本身有伫拜有庙，所以伊那佫一款物件叫做梦神的，梦神有听过对无？梦神嘛，意思类似，小可像，但是佫无完全共款，意思是讲。因的定义啦，在因家己的定义是讲，梦神较像是一款能量，或者伊无一个实体能量。因为咱定讲模型啊，有一个设想，讲可能有一个什么款的形体，有什么款的外形，比如讲像囡仔吼，像啥，较有一个外形，有一个生命的感觉。但是梦神较像是敢若捌着什么无好的物件，迄种感觉，伊毋是一个具体的物件。梦神有一说像敢若吼，去什么附身迄种的有点有一丝即个情形啊！你讲，因为著梦神，但无遐具体，看袂着啊，毋但看袂着，敢若较无遐具体，敢若捌着无好的物件，太过物啊，迄种感觉尔吼，梦神的，所以因都有即款的分别。咱遮嘛捌讲梦神，咱遮打较少，因可能现代生活的关系，较少讲着，尤其咱家己无，比如讲无庙，无伫庙，啥物庙的代志吼，较无遐了解即款物件。但是确实因提出即款讲法啦，你讲因为分讲梦神甲模型啊，佫无共款。确实啦，咱是讲梦神敢若是会炸落来，但模型啊，敢若无人讲我甲模型啊炸，为啥来炸落？敢若袂离开山来吼。通咱若讲模型啊，拢是讲咱人去遐去山区内底吼，去山区内底爱去互牵去，莫名其妙，敢若讲你著迷失去啊，共款戆去安尼吼，对人去诶就行。意思说，伊甲你像咱你猜讲，看戏剧啊啥，甲你试一个你著对个，产生一个幻觉啊，类似这种。这就是咱要讲，因为拄则咱伫讲。即个红衫查某鬼啊，伊的一寡行为也是后壁发生的，大家认为的代志，比如讲拄着红衫查某鬼，可能运势足歹，甚至有即个性命的问题啦啥。你若比较者，发现讲伊甲咱一般讲的模型有一寡无共的所在，对无吼？因为像咱讲即个红衫查某鬼，拄仔讲的即个落济啦、出人命啦，甲
模型一般是讲伊甲你创治，嘿，对，模型就是讲甲你掠去创，甲你拐去奇奇怪怪所在，饲草啊，互你食，你当作你食啥物好料的安尼。咱所有听过就是这个物。会害你戆山，戆山就是山内迷路行袂出去了，感觉。嘿，戆山就戆山，当咱平地嘛有，但是会讲戆山啦。我行到戆山去，其实共款，因为戆山其实已经会使讲是等于迷路啊啦，就是迷路啊。你平地你嘛使讲戆山无去。会啦。这是我的专长的。我嘛是路眉一个安尼，路眉这个代志我嘛捌提起过。我讲我路痴啦，毋是路眉。路痴是啊，咱就照这个字翻啦。当然有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翻译的方式，因为咱较少用到路痴这个词啦，所以台语内底无一个较100%的讲法啦。像我家己生活环境，我定定讲路眉，敢若青眉共款。你若讲着路青眉，路眉，嘛有即款的讲法，你就是互大家做参考安尼。因为咱来拄则讲到即个无神一寡行为，讲比如讲会饲你食草啦，害你迷路啦，戆山啦，找无路，来指图啦。咱就来举一个较像无神的例，真实的案例。咱较了解讲甲即个红衫查某鬼的行为先无共款，因为伊毋是对你后壁嘛。咱当讲红衫查某鬼也是对人后壁安尼，对人行呢。嘿，这无共款咯。而且我要记的即个例离咱真近。3个月前，安尼有紧啊！你当真紧哦！3个月前发生什么代志？就是今年的7月23号，这个有3台游览车100多人，为新北市来到咱宜兰圆山乡，圆山的这个望龙皮，嘿，迄个字念做皮啦，我知，当地人做软皮啊，无错当地人做软皮啊，所以你若要较在地讲，我要去软皮啊呀，当然你要讲望龙皮，大家嘛知你讲答，拢会使，迄一个敢若变成风景区真水，大家去行看看安尼，真侪人会游览车嘛，定定去看。真好啦，遐所在真，佫无收费，佫水，游览车公司上爱带你去迄个所在，佫无收费，真好耍哦，翕相佫水。其实迄步道拢做甲非常舒适啊，我们无啥迷路啦，无啥物危险啊。对。其中一位74岁姓王的阿嬷，伊讲要去便所，迄时是早起10点钟啊，都互大家落去便所呢。讲去便所的时阵，人煞失踪去啊。3个月前发生伫圆山的代志，圆山这软皮啊，这个所在，100多人伫找无伊一个。因3台车嘛，伊早是迄落驶过来，即嘛是无遐公共厕所，遐便所拢做甲足好诶哦。软皮啊遐，软皮啊遐公共便所其实拢做甲非常之好，真舒适吼。对，厝内人咧紧来报警啊，因为逐个拢找无嘛，厝内人知影即件代志了，紧来报警，出动消防局去山内敲啦，然后找伊咧，找一个人。阿伯吗？就一个阿伯呢？一个阿伯是哪法度会去山内咧？足奇怪对吧？因为一般咱若是像即个游览车带大家落车，尤其较有岁人，若坐即落景点风景区嘛，拢是3个2个哪开讲哪散步，坐一人去便所者，大家拢小带去嘛，连便所大家嘛拢小带去。是哦。你真正看到讲一个74岁阿嬷会家己个人行路，那甲大家拢安尼无交叉的人，其实根本就袂去坐游览车。对。无可能去甲你参加即款活动，一定是有朋友大家做伙去，谁啊你一个人会无去？所以咧厝内就是紧来报即个警察了，报案了咧，消防局去山内敲，伊的家属咧就甲警察讲，当天23号下晡，即个阿嬷有敲电话转来哦，一直哭。伊就讲我做无路啦，边仔拢树啊，我一直看到有查甫囡仔伫走来走去，有因的声，我嘛毋知我伫倒位。阿嬷敲电话转来，就讲家厝来讲这代志，一直听到囡仔的声，看到囡仔走来走去。当然阿嬷拢最厉害，哪有人敢安尼啊？可能较赖我伫想。因为就是安尼，大家厝内人想讲今日叫伊开即个，咱讲视讯就是影像的通话，影像通话，影像通话，至少看有伊的环境伫倒嘛，会使报互警察知影。想袂到拄尾安尼甲讲尔，电话就挂掉啊。哇！过来搁卡都无人接啊。哎呦！都毋知是安那。最后是隔工，好佳在有好收尾啦吼。隔工也就是24号，咱讲7月23出代志。7月24的透早6点半，消防人员找到啊，倒伫咧边仔山区的竹林内。你嘛捌去过软皮啊？我知啊。软皮啊，迄个步道是对即个规个皮啊安尼踅一个，真舒适。你踅一个绝对袂去迷路的。对。便所嘛是伫边仔无啊，
是安那一个阿嬷会走去出现伫咧山内顶哪内底？是安那？会去互看你啊？毋知。就是讲会去互魔神仔带去。调附近的监视影带出来看，23号长工，也就是伊失踪，7月23，伊失踪的迄天早起10点钟，大家落车嘛，毋知是安那，伊为即个软边仔附近一间土地公庙，沿着山路，一个人戆神，一直行起哩，行山路一直去接人哦。有时伊去变数无人陪伊咧，讲要去变数所位遐去，毋知是安那。嘛自此安尼就无搁落山，因为迄个监视影带就敢若翕着伊去哩，无翕着伊落来啊。过来就是等到隔工透早，互人找着的代志啊。中规个过程，伊本人嘛无清楚，是讲拢无印象啊。无印象是会啦，因为可能嘛真慌吼。过一阵，即马根本毋知影袂。我嘛毋知，这我都无了解。咱定定讲山内的魔神啊，是会看起来敢若囡仔款，像咱拄讲伊敲电话等于讲看到囡仔，查某囡仔伫走，有因的声，但是无看袂清楚，嘛毋知个伫答案呢。咱今日讲即个魔神仔就囡仔款，而且会迷乱你的意识。一句话讲，人看毋惊，鬼看哭去。走安尼吼。对，嘛，即句话真侪讲法，有人讲会溜去溜走，哭走，啥物拢有，拢共款意思。就讲人看都毋惊，当然意思完不是毋是安尼。你不应该，你就一直要对人去。人甲你哭劝，你都毋听啊！即无好的代志，像即个。Cambodia 即个柬埔寨，叫你莫去啊！你若硬要去，甲你讲有危险，迄个机场甲你砸落来，佮硬要去，就即款嚟度，注意。所以就是伊定定使人产生一寡幻觉。即个魔神啊，比如讲你会感觉行伫足空快的路上，明明伫行山路，甚至是无路，你嘛想讲你行伫足空快的路。对哦，迄著目睭去人围起来啊！感觉面前敢有足好食的物件，其实食草。感觉即间烧好的厝内底，其实是山道内根本就无遮无片无即个通闪风闪雨的所在。足奇怪的代志。寒溜溜，你家己无感觉。伊到隔工即个效果结束啊，你才会想你来伫食安尼吼。都定定即款的讲法，精神都袂清楚，讲伊到底是无啥呢吼？是，这就是咱定讲回忆断掉。当现代华语流行时间讲断片嘛，断片失去记忆安尼，短暂的失忆，暂时失去记忆啊。可能有一天嘛，无一定有一天会想起来。这个咱都毋知影我本身是无拄过啦吼，但咱一般咱讲魔神啊，较接的。知影着大概即几个行为嘛像咱拄仔讲即个3个月前即个新闻，这是新闻拢查会着的。即个新闻的事件嘛，确实咱定伫讲的魔神仔的感觉甲即个红衫查某鬼就无啥共款，对吧？咱拄仔讲咱即个红衫查某鬼到底是啥物人，无人知影。无人知，无伊就爱翕相款，伊再看到吼，就爱看到相机就对人去。是讲影片内底吼，其实若看迄个影片吼，人看起来是有实体哦，迄个查某囡仔是有实体，甚至是有人影的，就是有光影日头光，伊若拍落来是毋是涂骹有人影？安尼是有的哦。真奇怪哦。照你讲看起来敢若是一个人无毋对啦，但是敢若真正这是一个人，是安那在场的人会无人注意到伊。李先生规家族的人看过影片嘛，拢毋捌即个人，无一个人捌。即个问题都无人有法度回答啦。即马就悬伫半空中吼。自此红衫查某鬼就变成台湾有名的都市传说。这样子。当然，咱讲都市传说，就是咱当有讲较近代、较现代的，毋是古早流传的，像咱讲正港魔神啊迄款的，或者是即个像虎城三大奇案迄款的，就无啥共款。近期啦。近代咱找着源头，譬如讲咱当讲是偌济年前，安那大家知影的吼，即个影片是寄去倒位，甚至是搭一家伙啊，大家拢大概知影。会当有证实的啦。也就是咱现代人其实共同经历过一寡事件啦，像咱之前讲过台中第一广场的幽灵船，其实嘛是无足久啊，所以小可有岁人其实拢捌经历过即个时代，甚至拢听过即个传闻。因为新闻拢会报嘛。或者是咱讲高雄高山的即个一家六口的负心事件，甚至拍成电影。红衫查某鬼嘛有拍成电影哦。好多红衣小女孩，电影都好多红衣小女孩。可能就是安尼，我都对这个有印象的哩。红衣小女孩。对。当然我就是虽然我讲红衫查某鬼是这个都市传说嘛，趁这个机会就是甲大家讨论一下魔神仔的代志，嘛，大家了解一下魔神仔这个物件。
你若真正去撞着魔神啊，要安怎呢？要安创？要安创？你讲我嘛魔神啊，你莫找我啦。最近我是有看到一个 podcast 频道啦，叫做中佑文化站，顺便甲大家介绍一个，伊嘛是用台语伫介绍一寡民俗的物件。当然风格甲咱的风格无共款嘛，真趣味。伊内底就伫教大家讲，你若拄着魔神啊，要安怎处理？所以咱遮都无搁加讲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看卖。好，当要撞着魔神啊嘛，无遐简单啦，山拢要开垦掉咧。开发甲无山通爬啊！咱即满若去要去爬山，拢是5、6，拢会一大群人，袂讲你一个、两个。啊，是讲咱拄则讲迄个新闻案例，人100外人嘛是一个人雄雄无去啊。迄嘛是说奇怪吼。足奇怪。你若以现实咱一般的情形来讲是。真少会讲一个70外岁老岁仔人坐游览车，会一个人走去倒位安尼。我语讲不可思议。嘿啦，不可思议啦，这真奇怪的代志，我嘛毋知是安那。好啦，咱今日故事嘛，到遮就要结束啊。好咯。我即摆我顶摆伫专访的时阵，结尾数我拢念足紧的。即摆为着你，我搁较念较慢的，无你会甲我动，无你拢会甲我动。我即摆我甲放去网络顶悬，然后讲大家若有兴趣吼，你在厝嘛先甲大家讲者，你若去 Facebook 顶悬找亚特聊天吼，你会使。看到咱的即个咱讲有个人讲袂重要啦，就是反正 Facebook 就对啊，你就会使看到我有甲即篇面册袂重要啦，但是你会使看到我甲即个结尾数，我有放伫网络顶悬，后尾互大家调整看卖，你会使用足紧的速度甲念出来。你若念出来讲，你感觉袂歹哦，你会使甲录音落来，你寄互我，有机会我会伫后壁甲你甲放出来，讲这是某某人哦，伊念的吼，大家听一下，来调整看卖吼，互大家一个挑战啦，好耍安尼。好啦，这集的内容就到这要结束咯，毋知大家对这边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一集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 Story 留言互我，或者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啦、Spotify 啦、Mixer Box 啦，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的分数，5颗星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支持甲鼓励。另外，伫咧 Facebook 啦、Instagram 会使找找亚特聊聊天，嘛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我最近有写2篇即个宜兰人的鱼翅，台南人的触角，新竹人的目蚶，加即个垦丁人的即个卡酱，即个第一篇的故事伫咧顶悬吼，咱无伫节目内底讲，是全台文的啦，但是大家拢看有啦，我相信大家拢看有，真简单，嘿，所以。嘛真受欢迎，大家都讲有够黑白来，足合的。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顶悬看卖，这就是敢若伫 Facebook 顶悬才有大家若有兴趣，来去看卖。那咱今日节目就到这为止咯。多谢各位收听咯。来，咱甲大家拜拜，拜拜。